今日我想講嘅係孔子講做善事，究竟呢一句行善不欲人知係咪啱嘅呢？孔夫子並唔係一位淨係識得講嘅老師，只係話佢唔係得個噏字嘅啫。佢係一位優秀嘅人類觀察家。《呂氏春秋》策明裏頭一個故仔，佢話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疑，讓不取其金。孔子曰：刺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請匿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請匿者矣。孔子見之以逝，觀化遠也。中國古人嘅文言文真係好犀利，幾句就已經講晒。我一陣間落嚟講呢個故仔，我要用幾版紙。佢話其實孔子講嘅唔係救災，佢講嘅係救人。孔子係春秋魯國人，當時局勢好混亂，唔少人喺其他諸侯國淪為呢個奴隸。魯國有個法令就話啦，只要你將魯國嘅人贖回國內，就可以同政府報帳攞返應得嘅贖金啦。有一次，孔門十節嘅子貢贖咗魯國嘅人返嚟，但係佢冇向國家申請呢個補助金喎，因為子貢有錢。呢件事俾孔子知道啦，孔子唔單止冇任何嘅稱讚，反而鬧咗佢一餐啦。你做錯啦！從此之後，魯國嘅人恐怕冇人再贖佢返嚟啦。咁就奇怪啦，為善不欲人知，唔係好事嚟嘅咩？孔夫子解釋啦，佢話你接受國家嘅補償金，對於你嘅善行完全冇損害嘅喎。但係你唔接受補償，如果魯國因為咁樣認定，咁啊嘥錢去贖人啦，唔攞補償金先至啱噶嘛。咁邊個仲敢去贖人啊？有啲人真係想要呢個補償金嘅喎，咁佢哋冇你咁有錢喎，咁唔係害咗啲人唔敢去贖人咩？老師呢一番説話猶如當頭棒喝，子貢心悅誠服。呢度講一講心悅誠服嘅典故，喺孟子《公孫丑》上面有記載。孟子認為假借仁呢個名義嚟用武，呢個叫做霸，完成霸業，表面上好似好慳時間，實質上浪費更加多嘅時間。就好似教小朋友一樣，你話打佢，喺短時間內佢咪聽你講咯。但係長時間嚟講，你哋嘅關係會係點呢？如果有小朋友嘅人都知道啦，打小朋友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呢？但係如果用美德嚟推行仁政，呢個叫做王。要完成王業，唔需要等到國家強大，因為施行王道以德服人係有好多歷史見證。例如商湯淨係得70方嘅土地，文王淨係得100方里嘅地就成功咗啦。用武力嚟征服人，被征服嘅人唔係由心裏頭服從，只係因為力量不足。但係如果用道德仁義嚟使到人服從，呢個歸順嘅人係內心感到喜悅，而且
誠心誠意咁樣歸服，就好似孔子嘅眾多學生信服孔子咁樣。所以後尾心悅誠服呢一句成語，就係孟子說話裏頭嘅忠心悅而誠服也演變出嚟嘅，用嚟指誠心誠意咁樣歸服。呢度講返子貢就好開心啦，就心悅誠服咁樣成為孔子嘅 die hard fans 啦。佢能言善道，經商有成，被後世稱做儒商嘅始祖。孔子過世嘅時候，子貢為老師守喪6年，為咁多個仔子之中最多嘅時間。我哋再嚟睇下孔子另一位代表性嘅門生，即係佢嘅弟子，直率而充滿豪俠之氣嘅子路。子路有一次救咗一個遇難溺水嘅人，即係浸親啲人，個人喺海裏頭浸親。咁個人呢，就去救咗佢之後，個人又送咗子路一隻牛作為回報啦。你知一隻牛以前牛耕田啊嘛，牛喺當時嚟講就好似一部機器咁貴重㗎。面對咁貴重嘅謝禮，子路坦然咁樣接受。呢件事傳開咗之後，孔子就淡淡然講咗一句啦：好好，咁樣魯國人一定會去勇於救呢啲浸親嘅人啊！呢度可以睇得出子路確實不凡，佢係跟隨孔子最耐，同老師感情最深厚嘅學生。如果孔子弟子舉辦人氣投票，子路呢個勇敢剛烈、守承諾、重情義嘅性格，肯定入3甲㗎啦。好多人難免將儒家同埋迂腐畫上等號，其實只係你唔夠了解《論語》啫。太陽之下無新事，好多事情係同現代時空係配合嘅。儒家思想嘅精髓，今日仍然可以為我哋帶嚟寶貴嘅反省。孔子嘅中心思想係仁。咩係仁呢？最基本嘅仁就係愛人啦。呢個愛，倉頡造字好犀利。呢個愛字係要有個心，你有個心你就識得愛人啦。再深層嘅就係淨係得曾子一個人知嘅啫。點解呢？如果我哋有緣，你就會知道啦。講返嚟，孔夫子並唔係一個淨係識得個講字嘅老師，佢係一個好優秀嘅人類觀察家，見微知著，洞悉人性。如果能夠幫助更加多嘅人，咁樣拯救溺水嘅人，收謝禮就係正確嘅選擇啦。但係你唔好話，喂，我份工去幫人，我收返佢嘅人情，咁都好應該啫。你唔好忘記，你係收緊老細嘅人工喎，所以嗰份禮物都係應該你老細嘅，所以要問老細知道咯。唔好話到時呢個俾 ICAC 告嘅時候就話，喂，孔子教喎。我哋要分清楚事情嘅層次。對照今日好似地震呢啲災情，如果你默默捐款救災，行善不欲人知，當然係好啦。但係如果你將呢個捐款嘅單據上傳打卡，俾到更多人、更多企業願意盡一份心力，自然都係好事嚟嘅喎。只要你真心幫人、真心愛人，咁就係好啦。孔子並唔係神，但係神奇嘅係佢一早喺2000年前就周遊列國，宣揚呢個道理。喺嗰個諸侯征戰、君王唔將百姓當一回事嘅時代，孔子周圍話俾人聽：你要愛人啊，你要愛你嘅人民啊，
你要做個君子啊，就算佢講嘢嘅對象好可能係個白痴，佢都照講。所以我哋今日尊稱佢係至聖先師，仁者愛人。我就諗起黃霑同埋顧嘉輝嗰首歌《仁者無敵》。仁者千秋亦無敵，是心中擁有那份愛。要大家受罪啦。跟住講關於仁，《論語·衛靈公》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即係話遇到應該做嘅事，主動承擔起嚟，而唔去推讓。遇到有關仁義嘅事，就要嗱嗱聲去做。就算面對自己嘅老師，都不必謙讓。點解孔子會咁樣強調仁嘅重要性呢？因為仁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和諧美好嘅關係。喺屋企裏頭就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嘅關係。擴大到社會上面就係君臣有禮、朋友有義嘅關係。仁從個人修身做起，最後擴充成為維繫家庭同埋社會嘅力量。呢種力量發揮到極致，就係大同世界嘅達成。所以當仁嘅事情，當然唔好去謙讓啦，不必謙讓，反而要爭先去做。後尾當仁不讓就演變成成語啦，用嚟指遇到應該做嘅事情，主動承擔起嚟，而唔好去推讓。佢個同義詞就好似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義無反顧嘅意思啦。但係大家就唔好利用咗仁攞嚟做擦鞋嘅工具喎，個意思就變咗啦，個質就變咗啦。喺山東有個朋友，佢又問我個朋友，佢話商人重利同埋責任喺李嘉誠身上係咪形成咗巨大嘅反差呢？朋友就問，喺香港，李嘉誠先生究竟對香港、對國家有冇貢獻啊？係咪淨係識得賺錢，冇做善事呢？我就諗起我哋特首，佢話要我哋唱好香港，所以為咗大陸同埋香港市民嘅和諧，作為一個愛國愛香港嘅小市民，我就喺網上查返李嘉誠先生嘅資料，去解答朋友嘅疑慮啦。究竟李先生對中國、對香港有冇做過貢獻呢？係咪淨係識得賺錢呢？李嘉誠嘅第三個仔，李嘉誠先生話，喺華人傳統觀念之中，傳宗接代係一種責任。佢話，我呼籲亞洲有能力嘅人士，只要喺我哋心中能夠是幫助建立社會嘅責任，就好似延續同樣咁重要嘅。選擇捐助資產就好似分配俾仔女一樣。咁我哋今日嘅一念之悟，將會為明日帶嚟好多新希望啊！李嘉誠先生嘅榮銜，佢點解被譽為傑出華人呢？你睇下佢攞嘅勳銜就知啦。佢唔係淨係香港。喺1981年，佢首先獲委任為香港嘅太平紳士。喺1982年，佢攞咗巴拿馬嘅勳銜，嗰個叫做 Grand Officer of the Order Vasco da Barquer。跟住1989年，英國嘅 CBE 勳銜。1999年，千禧企業家獎，由英國泰晤士報同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所評選嘅。去到2000年，攞咗呢個英國嘅 KBE 爵級司令勳銜。同年佢又攞咗呢個比利時嘅勳銜，呢個
Commander de l'Ordre de l'Étoile。同年，佢2000年攞咗呢個國際傑出企業家年獎，由加拿大明尼吐巴大學頒發嘅。跟住2001年，香港特區行政區俾咗呢個大紫荊勳章俾佢。同年，法國俾咗呢個榮譽軍團隊司令勳銜俾佢。同年，意大利亦都俾咗勳銜俾佢。呢個勳銜好難讀啊！ Grande Ufficiale Ordine al Merito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跟住去到2006年，呢個馬康福布斯終身成就獎由美國福布斯集團頒發嘅。2007年，中華慈善獎終身榮譽獎由中國民政部頒發嘅。同年，全球教育協會 TESOL 呢個主席大獎佢都攞咗啦。同年呢個2007年度經濟人物特別榮譽大獎係由中國中央電視台頒發嘅。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1982年李先生攞咗呢個巴拿馬勳銜，咁我就好奇怪啦。網上啲言論話李先生係因為喺97之後中國呢個外交關係而令到李先生攞到呢個巴拿馬呢個港口，唔知邊個啱呢？大家認為？跟住喺2010年，由美國 Stanford 大學頒發呢個 The Robert H. Alway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跟住同年，由 DHL 同埋南華早報頒發呢個香港商業獎終身成就獎。去到2011年，由呢個美國 Carnegie 基金頒發呢個 Carnegie 慈善獎。跟住同年，由美國 Berkeley 加州大學頒授呢個 Berkeley 獎章。其他仲有一啲榮譽博士學位，有香港大學啦、加拿大 Calgary 啦、北京大學、科技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劍橋大學（英國嘅）同埋香港公開大學，全部都係啲榮譽博士學位。係咯，都係博士學位。喺1980年，李嘉誠先生創辦基金會，捐建咗潮州醫院，捐建咗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同埋李嘉誠專科診療所北翼。喺1981年，李先生擴建咗潮州市中心醫院。同年，佢成立咗汕頭大學。當年有啲就話係投資咗18億，有啲就話40億。但係 anyway， 去到2018年，佢總共係投資咗100億。當年啲報紙新聞就話係中國唯一一間私立大學，但係最近呢個網站我睇到又寫係教育部廣東省同埋李嘉誠基金會合辦嘅大學。咁其實係邊個先啱呢？我都唔知啊，大家自己去 judge 啦嚇。喺1982年，又捐資咗潮州開元寺修復嘅工程。喺1984年，李嘉誠先生捐咗1億港元俾呢個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全國殘疾人士。1984年嘅1億港元，我上網查咗啲資料。喺呢個文匯報1986年6月20號，佢話鄧小平先生稱讚李嘉誠捐款資助大學。佢話你對國家提供嘅幫助係紮紮實實嘅，感謝你對國家嘅貢獻。喺1990年就開始起咗5間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喺1991年，又捐咗錢俾呢個香港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骨科醫院李嘉誠物理治療樓落成。跟住同年又捐咗錢俾呢個華東水災賑災。喺1994年捐咗1100萬俾呢個潮州基礎小學計劃，5年間重建70間山區小學。同年支持中央芭蕾舞蹈團。啲人就話：喂，你唔係
捐俾呢個潮州起大學，就係呢個香港起老人院，佢冇捐其他地方喎，唔係啊，係好多其他地方噶，不過係跟住落嚟。咁而家呢一度呢，就係喺1996年雲南地震賑災呢度呢，我係睇到呢個新華社佢哋有講到，佢話賑災戶呢源於1990年呢個新華社香港分社救災專戶啊，喺2001年嘅時候2月就用呢個名啦。咁當年內地華東地區發生呢個大水災呢，範圍損失好廣大啊！香港好多人都好踴躍去賑災，新華社呢就緊急設立咗呢個專戶，就俾香港人去捐錢啦。咁佢話啲同事回憶話，哇！啲捐錢嘅人好多，好多香港人都慷慨解囊，就算啲學生都走去捐錢。佢話記得有一日捐款嘅隊伍喺新華社分社門口排出去出邊，排咗100幾米咁遠啦。當年華東水災災區呢，一共收咗7億幾嘅人民幣嘅錢，係由香港嘅善款捐嚟嘅，佔當時災區接收全部捐款嘅40%以上。而1991年中國全國嘅財政收入都係得3100幾億人民幣嘅啫，所以香港嘅同胞嘅貢獻係好多。而李嘉誠先生喺呢度當然有捐錢啦，不過就我查唔到佢係捐咗幾多錢咯。喺呢個1996年雲南麗江7級地震，喺網上寫上海市政府首先向災區捐咗200萬，而企業家李嘉誠先生捐款1000萬。跟住1997年又捐建咗沙田威爾斯親王李嘉誠專科診療所南翼。跟住喺1997年，李嘉誠先生捐資咗1000萬美金，97年嘅1000萬美金，為北京大學擴建新圖書館。我去佢哋個網站揾咗好耐先至有一段仔呢度，咁好珍惜啊！大家可以去佢哋嘅網站睇下，而家仲有嘅，有呢個資料就係講1998年5月4號，香港實業家李嘉誠先生捐助咗圖書館，新館投入使用。1998年，李先生同中國教育部同埋屬下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咗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用咗7000萬港元。另外同年都捐助咗呢個汕頭大學醫學院，開展咗領養服務，同埋汕頭大學醫學院全國醫療扶貧行動啟動。同年都捐助咗長江水災賑災。跟住1999年，長江黃黃就贊助呢個知識改變命運嘅紀錄片。嗰陣時係97回歸之後第2年，咁佢係想，我相信佢係想香港同埋國內多啲認識啦，所以就嗰個攝製隊啊就走去咗呢個中國近差唔多成20個省級區域啊，咁咧就去揾咗40個拍攝嘅對象，將佢哋嘅奮鬥史事蹟完美咁樣展示出嚟俾人睇。喺咁多人物之中呢，都有一啲窮鄉僻壤嘅無名英雄，亦都有舉世知名嘅人物，就好似張藝謀點樣從呢個彈棉花嘅小工發奮圖強變成世界級嘅名導演啦，又有下崗嘅女工點樣自力更生建立咗呢個純水廠啦，又有亞運金牌得主陳翠婷，從細嘅夢想唔係攞金牌啊，而係想去讀大學啊。仲有一個農村嘅男孩，為咗完成學業，為咗讀書啊，
每日孭呢個中風癱瘓嘅爸爸走幾個鐘頭嘅路返學。呢啲古仔我都冇睇過，其實應該真係無線應該重播呢啲咯，我都想睇下。喺2000年，李先生支持香港理工大學教育發展1億港元，推動香港公開大學終身學習4400萬港元，支持香港醫院管理局健康創發明活動，同埋呢個千禧萬里行學生暑期遊學活動嘅展開。仲有就係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長江新里程計劃1期嘅展開，係幫啲殘疾人士免費義肢裝配。為咗支持科技興國嘅精神，李先生喺2000年9月22號用呢個李嘉誠基金會、和記黃埔集團、中國教育部同埋清華大學攜手合作，全力支持推動中國未來互聯網 Internet 2嘅技術研究。李先生向清華大學捐贈咗1000萬美金，途中就係清華大學校長黃大中先生代表，由清華大學負責落實同埋建設未來互聯網技術研究中心，開拓成中國未來資訊科技發展嘅重點研究基地。同時，教育部將提供500萬美金嘅配套資金，並透過中國教育科研網負責落實，喺全國範圍內進行未來互聯網技術嘅研究，為中國資訊科技研究揭開新嘅一頁。啲人話李先生對國家冇貢獻，喺2000年嘅時候，佢捐咗1000萬美金俾呢個清華大學同埋中國教育部，美金即係港幣8000萬到啦。港幣8000萬喺2000年嘅時候，深圳嘅房價係5200蚊到1平方米，而去到2025年嘅時候，房價係幾多錢啊？我而家同你查翻先，房價係去到56000蚊，即係10倍到啦。如果8000萬嘅港幣，而家即係8億，算唔算對國家冇貢獻呢？睇下你點睇啦嚇。跟住去到2001年，呢個大山擋不住知識啊！中國西部中小學嗰個遠程教育計劃捐咗3億港元喎。跟住人間有情呢度又捐咗10億人民幣。上海金山眾人護理院又捐咗2800萬人民幣。新疆嗰度又捐咗1000萬港元。啲人話一個人識得感恩，佢嘅前途就會好噶啦。大家同唔同意呢？喺2002年捐助咗7000萬俾呢個汕頭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呢個國際眼科中心。同年成立咗呢個劍橋大學致粉嶺獎學金，資助中國同埋香港嘅學生去英國進修。同年捐助咗呢個長江商學院，造就中國新一代嘅商界領袖。跟住2003年，香港係好慘嘅一年啊，好多人死咗啦。呢個咁佢就又幫支持香港抗非典型肺炎行動啦，呢個沙士啊，即係。跟住同時又捐咗2100公噸優質大米俾呢個淮河水災同埋雲南地震嘅災民。跟住又捐建咗潮州港濟橋修復工程。呢個港濟橋原來又叫做雙子橋，係始於南宋7年，南宋光道7年啊，係中國4大名橋之一嚟嘅。原來因為我都係睇呢個捐獻，我先至去留意到呢個橋。原來呢個橋係港濟橋咧，係有個古仔嘅喎。就係當年咧，呢個係叫做先佛造橋啊。佢話大意就係話阿韓湘子就係因為佢又叫做雙子橋啦嚇。咁佢話韓湘子就代表道教嘅，阿廣濟和尚咧就代表佛教嘅。咁兩個就喺度鬥法喎。韓湘子咧就從江嘅東面
往西面收啦，而阿廣濟和尚就從呢個西面往東面去收，睇下邊一家建成嘅橋墩多，橋就將合攏嘅半夜，即係橋差唔多合攏嘅時候，合埋嘅時候，咁去到半夜時分呢，阿廣濟和尚為咗加快呢個進度呢，就將石材變做呢個黑色嘅羊啊，即係烏羊啊，趕住石材往江邊，即係將佢變去趕住去江邊啦，趕啲羊。咁啊，韓湘子咧就扮呢個公雞，朝頭早喺度叫喎。咁啲羊咧就復原，將啲石材唔好再行啊，即係唔好再令到阿廣濟和尚將呢個橋墩做多啲啦。咁就變做呢個潮州城西郊嘅烏陽山。冇幾耐就天光咯喎，比賽就結束啦。但係呢條橋咧都冇合成喎，江心冇咗呢個橋墩，只能夠用呢個疏船連成，即係一格格船去連成㗎。因為兩家都有作弊，佛教、道教呢個代表都有作弊，所以呢一場比賽就冇分勝負啦。於是橋就有兩個名，江東岸嘅居民咧就叫做雙子橋，西岸嗰邊咧就叫做廣濟橋啦。所以呢條橋又叫做廣濟橋同埋雙子橋，係潮州嘅名勝之一啦，亦都係中國嘅4大名橋之一。咁去到2004年，又捐咗呢個300萬美金啊，俾呢個南亞地震海嘯賑災，同埋捐咗呢個1000萬人民幣俾呢個關心是潮流呢個農村扶貧嘅醫療啊。跟住去到2005年，又支持香港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科研啦，又捐咗錢俾呢個中文大學健康科學研究所成立啦。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擴建同埋設助呢個助學金，又捐俾呢個慈明佛學園地，同埋呢個青海塔爾治藏醫院醫療扶貧。2006年資助咗陝西省農村醫療建設。同年支持廣東省公安民警成立醫療救助基金會1500萬人民幣，同埋潮州水災賑災。喺2007年就展開咗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長江新里程計劃嘅第2期。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佢第1期係呢個1984年捐助咗1億，第2期捐咗幾多錢就唔知啦。跟住就海南省農村醫療建設嘅展開。2008年四川省汶川地震災後重建，李嘉誠基金會向汶川捐助咗3000萬蚊，然後佢以個人名義捐款1億元。而同年呢個香港領養服務計劃人間有情展開咗，至今一共有呢個10間嘅領養中心，同埋支持香港明愛向晴軒成立危機專線同埋教育中心，仲有就係重新行動全國貧困家庭唇腭裂兒童手術康復計劃嘅啟動。同年仲攞咗呢個2008年度中華慈善獎。2009年佢就捐助咗台灣雨災賑災。同年西部貧困家庭疝氣兒童手術康復計劃嘅展開。喺2010年啟動咗香港人愛香港首項計劃 Love Ideas Love Hong Kong 集思公益計劃，啟動咗177項愛心項目關懷社會。另外又支持香港特區政府關愛基金，同埋啟動咗333小老師培訓計劃，
直至到2022年，網上嘅資料，呢個333小老師計劃累計得到李嘉誠基金會同埋長江集團累計得到捐款8500萬。去到2021年，仲有啟撲計劃培訓婦女領導嘅能力。喺2011年，中國教育行動嘅展開啦。另外 Love Ideas Love Hong Kong 集思公益計劃第2回合支持250項愛心計劃。之前係幾多項計劃？大家記唔記得？係177項，而家係250項。另外同年捐贈咗呢個粗邊束光放射治療系統俾呢個汕頭大學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喺2012年，集思公益幸福廣東支持婦女計劃嘅啟動，同年捐贈咗粗邊束光放射治療系統俾呢個香港中文大學同埋威爾斯親王醫院。跟住 Love Ideas Love Hong Kong 集思公益計劃第3回合動員關懷社會，跟住就香港那打素醫院余晴軒兒童及青少年全人健康服務中心嘅成立，捐助咗呢個香港理工大學建立多媒體互動平台，支持香港英華女校學生設立呢個發展基金，同埋援助咗香港南丫海難緊急嘅支援。呢度提一提，英華女校原來係李嘉誠先生嘅太太莊月明女士嘅母校嚟嘅。2013年捐咗錢俾呢個香港科技大學培育創新領袖計劃，同年捐咗1億3000萬美金俾呢個汕頭大學聯合以色列理工學院創辦呢個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同年捐咗俾呢個愛心進行曲支持社工助人項目，四川蘆山縣地震賑災、汕頭水災賑災同埋展撲計劃支持更多女村官同埋基層民政人員嘅培訓。喺2014年，人間有情香港領養服務計劃嘅第3期大愛之行全國貧困人群社工服務同埋能力建設項目，跟住集思公益幸福廣東支持婦女計劃嘅第2期，長江新里程計劃第3期，健康快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篩查防治1期試點，科技甲子系統系列嘅活動，同埋雲南省魯甸縣地震賑災，當年係呢個雲南省有6.5級嘅地震。慈山寺喺2003年開始籌建，去到2015年正式開放俾公眾參學。2015年喺呢個中國教育部批准汕頭大學同埋以色列理工學院籌設呢個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仲有呢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全球科技創新趨勢研究，仲有就係支持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推動自願捐贈器官，同埋同年2015年羅德獎學金資助中國學者去呢個牛津大學深造，加拿大聖米高醫院同埋汕頭大學醫學院合作大數據研究。喺2016年首推呢個 DSE 考生善用錢計劃，同年基金會獲邀參展呢個中華慈善博物館，而同年呢個香港人愛香港公益行動支持好聲書贈送行動，同埋美國奇點大學特邀課程喺香港大學舉行。2017年廣東以色列理工揭牌，同年支持汕頭大學學生640公里海洋蛙艇挑戰，同埋設立獎學金基金紀念沈拔勳爵，善用錢展開第2期計劃。呢度講一講沈拔勳爵 Michael Sandberg 係邊一位呢？佢就係當年賣
和黃俾李嘉誠嘅匯豐嘅 chairman 啦。咁啲人話：咁係啊，李嘉誠好彩啫。如果你睇翻成個故仔，你就知道唔係咁好彩咁簡單。同埋你睇佢捐款呢，你就知佢一直以嚟佢都係一個好知恩圖報嘅人嚟嘅。跟住2018年推動呢個 Sydney 大學發展呢個 CAR-T 細胞免疫療法，基金會同埋長江同埋和黃呢，就各自捐咗300萬同埋200萬美金，幫呢個印尼賑災地震嘅災民。喺江西省又建立咗呢個教育科研產業鏈。基金會同埋醫管局同埋兩間大學醫學院呢，有合作做呢個愛能助醫療計劃。仲有呢個公益金50週年啦，基金會又再度捐呢個好聲書啦，又支持社企啦，又捐錢俾呢個香港教育大學推動電子學習同埋設呢個獎學金，又支持汕頭大學功夫茶蛙艇隊成功完成全球最艱辛嘅賽事，並創造咗4項世界紀錄啊！2019年支援中小企應急錢10億計劃，慈山寺喺2019年舉行開光典禮嘅佛教藝術博物館。同年，明愛向晴軒危機專線同埋教育中心嘅成立。向晴軒嘅熱線係18288，佢話有咩問題就可以打俾佢哋啦。左冚右冚，不如一齊諗諗。仲有就係香港養和醫院心臟導管介入資助計劃3000萬。同年捐助俾香港大學同埋香港中文大學 MAS 掃描器同埋相關嘅研究。喺2019年又捐助咗1億5千萬俾呢個香港中文大學青光眼臨床研究中心，同埋資助呢個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就業培訓計劃，又資助呢個 Celdrone 南極環流探索項目100萬美金，俾香港學生體會實時數據科技。跟住2019年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香港微流體研討會，南極環流項目，汕頭大學醫學院2019年基金會首推呢個本科生全額學費資助。人間有情全國療養，全國唔係淨係香港喎，係療養醫療服務計劃。全國醫療扶貧行動，青海塔爾治藏醫院醫療扶貧計劃，西湖大學創新科研技術發展。哇！2019年好多啊，又係呢個浙江同埋上海建立呢個教育科研產業鏈。浙江大學巴德連醫學班發展基金，女大學生發展項目。上海小白鴿舞蹈團，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推動植物衍生生物材料組織生物工程研究，無國界醫生救援工作，科技未來澳洲行。但係喺2019年6月28號，竟然出咗一單新聞，就係汕頭大學個畢業典禮上面唔見李嘉誠先生同埋李澤楷先生，即係佢個仔，係18年嚟嘅第一次。大家都知道汕頭大學係李嘉誠先生嘅親生仔，一手一腳湊大嘅，仲親個親生仔嘅親生仔。但係唔知幾時開始，去被拒於門外。佢喺2018年之前夾埋捐咗100億俾呢間學校，而汕大亦都係中國唯一一間私人基金支持嘅大學。但係報紙話喺2019年嘅時候，汕大嘅共產黨代表啱啱採取措施改變過去數十年嚟汕大相對嘅自由國際化思想嘅環境，包括外籍教師在內，都被要求出席學習意識形態嘅課堂，
而學生亦都唔準參加同海外嘅實習計劃。另外，網上有一個對話好得意，係話啲人問李嘉誠先生話：你咁多學校你都係有寫，例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咁樣，你都會冠你個名噶嘛？點解喺大陸呢個汕頭大學你又唔寫李嘉誠大學呢？李嘉誠先生就答得好妙啦，佢話：潮州人要面啊嘛，而家寫我個名，將來俾人改咗名就唔好啦。但係以上嘅資料我都係網上揾到嘅啫，我都冇求證過李嘉誠先生，所以係咪真嘅呢？大家自己去求證啦。2020年慈山寺嗰度捐咗31億港元，香港至偏散工程500萬港元，油麻地唐樓大失火300萬，2020年。跟住香港潮州商會150萬，跟住對未來嘅期許1億7千萬，幫呢個香港提升實質嘅競爭力。跟住愛能助義再推1億支援香港醫療服務。跟住2020年疫情佢就喺香港呢個同埋香港內地一脈相連捐咗1億8千萬支援抗疫1億8千萬，1億幾喎，2億喎。喺2021年，李生捐咗500萬資助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心胸痛症病人冠狀動脈電子斷層掃描血管造影診斷嘅項目，560萬港元捐助呢個香港航能為殘疾人士提供學習駕駛帆船嘅機會，同埋捐咗俾呢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李嘉誠內科醫學獎學金，長江集團李嘉誠基金會2000萬禮券，鼓勵疫苗接種大抽獎網站啟動2021年7月20號。跟住全膝關節置換手術資助計劃加碼到4000萬，又用400萬港元資助香港腎臟基金會家居血液透析項目。長江集團聯同李嘉誠基金會送出2000萬禮券，鼓勵疫苗接種，又用咗3000萬港元提升中大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科研空間同埋設施。2021年又捐咗2000萬俾呢個寶血醫院明愛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即係換膝頭哥，又向97000醫管局嘅人送上港幣200蚊百佳現金券，以答謝佢哋一直守護香港人嘅健康。用410萬港元資助瑪麗醫院腸胃科同埋肝臟病人喺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接受放射診斷。又用2000萬港元支援河南抗洪救災。上海小白鴿舞蹈團創演海派兒童歌舞劇小巴辣子。2022年捐咗400萬港元資助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睡眠窒息症研究同埋肺癌診斷項目，又資助呢個建築業傷亡援助計劃同埋建築業事故傷者同埋死者家屬提供援助，又支援香港教育大學普及 AI 教育課程，用1億5千萬港元幫助中文大學醫學院科研經費，500萬港元支持香港護理專科學院推動專科護士持續教育，又用6000萬資助呢個寶血醫院明愛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又換膝頭哥，加碼去到6000萬。另外長江集團連同基金會大家捐咗300萬俾呢個公益金同埋及時雨抗疫基金，又用200萬港元支持香港耀能協會成立感覺統合訓練同埋專業培訓中心，累計捐咗400萬。同年又用咗200萬港元捐助親切運動零界限共融計劃，
夾埋捐咗300萬㗎啦。跟住又捐俾呢個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超過500萬港元，設立獎學金同埋改善教學嘅設施。又捐咗超過7000萬港元支援抗疫，資助香港好多間私家醫院收呢個非新冠染疫病人，以舒緩公營醫療系統嘅壓力。又用500萬港元捐助本地護理安老院，購置防疫抗疫物資，保護長者健康。用400萬港元支持惜食堂繼續喺疫情期間為基層提供膳食。又用1000萬人民幣捐助汕頭大學醫院第1同埋第2附屬醫院腎透析患者輔助項目。去到2023年，佢用咗100萬港元支持李嘉誠基金會暨香港歌劇院青年藝術家海外駐團獎學金計劃，用300萬港元資助香港腎臟基金會家居血液透析項目，又資助香港大學腸胃科同埋肝臟病人環斷面成像掃描診斷項目，又用2000萬港元支援甘肅省地震災區抗震救災工作，3000萬港元捐助京津冀同埋東北地區水災賑濟工作，1000萬人民幣資助汕頭大學醫院附屬醫院貧困病人補助項目，又用人民幣1億資助潮州市人民醫院新建綜合樓，人民幣100萬元資助上海小白鴿舞蹈團嘅經費。跟住2024年捐咗港幣1000萬支持呢個養和醫院心臟導管介入資助計劃。捐贈呢個創新癌症治療儀器 Histosupply 好似係咁讀啊，大家糾正我。呢個系統俾呢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同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跟住200萬支持呢個寶血醫院，200萬支持香港中文大學。頭先嗰個寶血就呢個白內障手術啦，中文大學就尿路碎石手術資助。跟住200萬捐俾呢個香港醫療援助會醫社一心牙科治療資助計劃，100萬港元支持親切低收入家庭特殊需要嘅學童共融運動計劃。李先生令人敬佩嘅地方係佢一直咁樣做善事，唔理你點講，佢都做善事。呢樣嘢係真係好值得令人敬佩。講真，睇咗阿李生咁多年嚟捐咗咁多錢，我覺得真係有啲可惜啊。佢冇推動到呢個中國古代文化，即係佢當年嘅教育系統啊，中國嘅呢一個文化，我覺得南懷瑾老師講得好啱。去一個國家，你要有嗰個文化傳承，你個國家就會興盛。而中國最叻係咩呢？係古代嘅文學啊嘛，係古代嘅文化啊嘛，即係儒釋道嘅文學文化，即係教嘅嘢。咁好似四書五經、五倫八德，阿李生好似冇專注喺呢一方面去發展喎。呢個係人民嘅糧食嚟㗎。呢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呢啲係中國人需要打好根基嘅嘢，但係阿李生好似喺呢方面冇同阿南懷瑾老師有少少分別咯。呢方面係我嘅睇法。可能我唔識嘢啦嚇，唔好怪我啊！如果李生聽到睇咗李生做咗咁多善事，大家唔知有咩感想呢？我就諗起我媽媽以前有一首歌仔，佢話：天也空來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來月也空，東升西墮為誰供？金也空來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來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經中空是色，
般若經中識時空，朝走西來暮走東。人生恰似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被人取去一場空。榮華終是三更夢，富貴如同九月霜。老病死生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秦郎眼淚原先斷，每見鋼刀口易傷。生前枉費心千萬，死後空持手一雙。悲歡離合朝朝鬧，富貴窮通日日忙。休得爭強來鬥勝，百年運事氣文長。頃刻一聲鑼鼓響，不知何處是家鄉，是家鄉。我同一般人一樣，我都好欣賞、好佩服李嘉誠先生嘅貢獻、頭腦、善心。可惜呢個係我嘅感受，我覺得真係好可惜。佢好似子貢咁樣，雖然佢做咗好多善事，但係子貢到頭來都得唔到孔子嘅衣缽，孔子都冇將佢個道傳俾子貢，而係傳咗俾曾子。我希望佢早日明白呢個道理，唔使再嚟人間受苦。最後喺呢度祝李嘉誠先生身體健康，多謝大家嘅時間，多謝。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幫我訂閱、點讚同埋分享啊，多謝。